讲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之前有甲大家介绍一寡西医的语词，其实我唔那精通西医，对中医嘛是真了解。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中草药。中草药汉语写作中草药，罗马字写作德庸中，吃奥草，一二药。中第一条，草第二条，药第八条。中医常用的诊断方法有4种：望、闻、问、切。其中的切就是诊脉，透过脉象来判断病症。判断出病症了后，治疗的方法嘛真多，亲像针灸是我上接替患者做的治疗。有的人嘛选择背风，亲像李医师我一天看遐尼侪患者，定定腰酸背痛，就会摕背风管啊吸伫我的脚趾听，消除疲劳。除了顶面的物理治疗，中医上常用的就是中草药。传统的中草药爱先去药房拆药啊，还是请先师夹药啊。拆药啊是已经知影要爱什么款药啊，去中药房的时就家己指定。若夹药啊是敢若知影病症，请药房的先生替咱配药啊。药啊买转来爱怎搁爱行？人讲二变喷，3碗转7分，就是咧讲山药啊上好是用洗第2遍米的水，也就是米喷，总共3碗。深入去放7分甜草药的药盒啊内面转，真够工。即马拢用科学中药，摕到的时是一包一包的药粉，要食真方便。甲中药有关系俗语有：食到药，青草一葉；沾到药，人心一朝。就是讲药啊拿唔到，较贵的药材拢无效。意思是咱人做代志爱把握重点，才袂加了工。六中草药针灸背风2遍喷3碗转7分，食到药青草一葉，沾到药人心一朝。咱平常时就爱注重养心。唔通等到有病才来食药啊哦！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